来看诈骗集团又有新的部署。台中一个70多岁姓陈的富人人，因为朋友的介绍，加入一个香港中医学院的同性群组，背后的诈骗集团以刺性药啊领奖金，爱这富人人先付100万的税金要汇钱的时，银行员认为讲这恐惊是诈骗，赶紧去报案。近日，本分局接获通报，一名居住于西屯区的陈姓妇人，因朋友介绍加入一个自称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研究交流活动的组织，遭诈骗集团以试用中药、领高额奖金为诱因，要求其领款并缴纳税金。所幸行员机警发现异状，通报警方，成功拦阻。虽然银行的行员跟警察去考劝，也毋过这民众是认为讲这无可能是诈骗，坚持要领钱，去测试上新的中药品，要摕奖金。对方是要求讲，要爱先交100万的税金才当摕到20万美金的奖金。好佳在伫行员跟警察的坚持，这富人人才无被骗去。